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分享书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明眼睇我哋嘅96年嘅前後吼，其實我哋即好多體檢咧，我哋嘅屏東等級，其實喺他個人歸好去老了嘅地方，但是喺2025年嘅屏東等級裏邊，遇到個特別嘅客家登記。啊！你今日有唱到喺我哋嘅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裏面種處長，有啲同學講，做乜嘅今年嘅屏東等級地方，我有按特別嘅客家登記，同時一客家登記後，其實你今日看到節目時已經要開幕嘅，每等於老了過嚟講，一定將我哋馬上放喺今日處長嚟看咗，處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內埔鄉嘅客家子弟李明忠。因為呢個分享處長來現場，因為其實像頭先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到講，一擺嘢我哋屏東等非客家嘅登記啊，已經嘛開始啊，其實每等於老了過呀，如講過講啊，尤其喺我哋當初開幕嘅時節啦，我哋那個面書上面啊，啱啱傳緊那落去，連我哋美國嘅姐就講，我哋今年貴呢，講做乜咯？我哋看個客家登記啊。可是中馬嘅其實我哋地講其實屏東登記已經做過安多年啦，其實他講人哋算是96年嘅前後，其實他本人會老了。中馬今年我有啲安特別嘅客家登記咯。我哋屏東縣已經舉辦咗我哋屏東登記，幾多年咧，也收到幾好嘅風評。我說主持人演上上映以後，佢都新鮮飲論飲我哋客家尤其對我哋客家文化也對佢特別關心。我說第一擺登記，佢都講我哋屏東登記係咪補上客家一塊？我說都搞拍我哋客家事務處今年登記要補上客家登記。我說我哋以我哋分做文化傳承、意向世界為分享會議，以及我哋竹田竹田語言也四個機會來結合做我哋光影氣象嘅主題分別用文化、宗教、生活來展現我哋客家人咧我哋嘅傳承文化以及我哋嘅生活嘅種種，展現來俾我哋多多鄉親來看。啲當初上嗰個，我要講竹田同內埔嘅兩個無窮嘅地方有地呢咯。也因為我哋有兩江海，也係我哋可以講我哋客家阿美之河啦，因為佢串聯到我哋內埔同竹田，也兩個鄉鎮。嗰時我哋一擺都想講，因為我哋係第一擺來辦客家登記，嗰時我哋也客家嘅母親之河都佢串聯我哋內埔竹田，嗰時我哋也兩鄉鎮。先來做體系嘅我哋咧客家登記嘅展示。那你講真是係呢，因為雖然講我這個係內埔嘅但是我後來一講發現唔錯咧，龍江海真係後來有等於你講竹田同內埔嘅，後來喺龍江海流過一啲兩個嘅地方。嗰時候等於講一擺客家登記來講，我雖然講喺內埔嘅算是太重嘛但是用荷包嘅角度來講的話，其實嘛真的是有流到竹田。但是上頭都初中有講到講，其實竹田佢特別咧係一個光環境，做乜可以睇竹田用一個光環境嘅一種設計咯？也因為竹田火車站我哋就地啦，也係幾難得。我哋日本時代用樹嘅所打造嘅啲車站，為咗保存也車站，地方同我哋屏東縣政府也係付出幾多，為咗保存也車站。我說我哋一擺以竹田火車站周邊嘅環境來打造光環境，來結合咗車站同本地嘅規劃卡一種意念，來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地圖，地圖都一個開始嘛，嗰個規到綠卡，按呢意念來本大家來展現。因為其實像我哋綠隊來講話，其實綠隊地波有我哋咧鐵路行嘅路，我哋聯絡嘛，竹田喺度都架動嘅嘛但是其實我哋常常對於我哋來講，我哋聯絡已經 Q 車站已經拆嘅，其實都存喺竹田，算是我哋當初嘅講日本時代 Q 車站蠻存。嗰時說同到處長嚟講，真是我常常我想啊，有時回到竹田我真係感覺有嗰種回到綠卡嘅感覺。嗰種講有啲光環境其實蠻有可能，真係你會發現下茶以後。
我想讲，嗰種有你的分享回來，嘿，嗰種像安尼光環境打造以後，其實我感覺到講，家種根本你喺炒茶，炒到昨天，炒好茶做出，行回來的時間都發現講啊，真係公園咧，嗰種情形。但是也見人其實昨天的發展實在過急嘛，過大，然後尤其係唔知在家種下一把有機會來到我哋昨天下茶時間，都看到有啲睇落嚟做，佢起碼佢哋建築物咯，也係昨天。頭都係先回應下呢，學主持人講嘅學嗰啲規律化嘅感覺。但早期學，我哋還喺貨房嘅時節，要躺下，每日我哋喺躺下都點一盞燈火。如果我哋嘅細年學呢油脂出外過來，有一個規律化嘅感覺嗰種我哋學一光環境養出也係有一種意念嘅啦，頭都主持人講到我哋。昨天學到生態更加提嘅建設嘅部分，學嘅都有1號、2號倉庫也我哋為咗保存也我哋也為安南帶嘅也為建築物特別屯學委會爭取經費，我哋打造我哋也為1號、2號倉庫，我哋以大劇堂嘅演音來打造也1號、2號倉庫本。也茶站本他個意味講，伊個也係一個劇堂，開來到也係一個他個坐了地方、交談嘅地方，本他個啲感情交流嘅地方，本他個講到也係該溫暖嘅地方啊。但如果訪人他個人來，我哋都靠做客啦。你來了，喝茶一下來，我哋都劇堂，他個人來坐了。但是我哋講，我哋日本人真係感覺到，客家種土一直昨天。老話嚟咯，也可以講客家種土因為我哋陸地我哋南部係綠隊，客家係綠隊，中田係種隊，都係個地洞嘅地方，嗰種我哋根本線咧係因為也係種隊，嗰個地點個中間也係目前昨天來講也係經過一個慢層嘅路也我哋可以熟悉嗰度東西，喺擺幫我哋多嘅客家鄉親，唔單止客家鄉親，其他族群嘅鄉親，路過來到也就牽未到我哋客家，對以前所流傳下來各種記載文史也好，一種文物如何，作為我哋客家文化保存嘅基地。因為其實我哋從頭看到有位客家種土一件事情我都感覺到講，其實也真係一個幾創業嘅一個建築物，因為我哋從頭要做綠隊嘅研究嘛，我都講我哋綠隊嘅歷史，我哋喺幫我哋後批我哋字體，提供即個嘅鄉土嘅歷史嘅事情，有時候我想到講，哎呀本書有提假，幾本書有提假，我都講我哋一下潛到講，以前而寫嘅叫做經典啊，我都叫做文章體內，嗰種有一啲安尼一啲種土嘅事情，等於講我哋把我哋鄉土地位出國文言啊，以前有關係我哋綠隊嘅東西全部熟悉要提假，比如我哋睇緊嘢一方面可以做研究嘅時候嗰方面，同時潛資料研嗰方面，同時幫我哋咧後批，係咪可能有種土地個地方係從我哋咧綠隊嘅有關嘅歷史啦，還有文章。但是我想講一件事情講，因為其實唔單止講我哋咧，做英語，今日做英語嘅我哋睇劇堂，同時我哋客家種土，花幾多錢吧？好呀，係有感謝我哋都學委會啦，我同我哋支持啦。其實我做一客家種土也發想，也係對我哋做演講，因為講我哋平常嘅種土，佢鬧佢講。係唔係我哋客家也來起嘅種土，來熟悉我哋除了本土嘅所有嘅，我哋多我哋主持人講，我哋所有嘅作家所做嘅作品也好，也係文史嘅記載嘅東西也好，唔單止我哋本土嘅，包括世界各地嘅我哋都可以熟悉歸來，聽我哋客家種土來呈現，幫我哋所有嘅鄉親來講。嗰時做準備演講都講，我哋來取得一塊地來起啲我哋屬於我哋客家嘅種土，有拄我哋小費顧小費助費上年以後，拄到來縣政府拜訪嘅時候，佢提出安尼構想，
放去一扣，你答应讲冇问题，给我资源，也经费唔会少3亿元。真是我有几台书啊，咱拔得出来比钱的，好像头中啊，等的初中有讲到我讲，其实我们屏东有个中途嘛，其实中途的馆场当然规好了，但是给建筑不好，啊，那网红的打卡景点，真是，但是慢慢我想到讲，就像通啊，初中有讲到啊，严重容易面讲，其实客家嘛有个中途，可是我蛮希望讲，客家中途做好以后会变成打卡景点。我相信也会可能做一个打卡景点，但是绝对唔单止係打卡景點啦，我哋更可貴嘅會看得到我哋地杯典藏嘅東西啦，除了外表可以吸引所有鄉親來以外，我哋相信地杯典藏啊，更值得大家來地杯欣賞。可是下一版他个二来的作品，唔单止係在慢上可以慢慢嚟看，同時我發現到講其實一落個茶，冇看到伊的太客堂，還有味啦，還有啲客家中途哦。就是下檔節目啊，等陣小鏡啊，等咧女僕電器有乜嘅無窮嘅地方，馬上過來喲。放下古老的福起来耶，首先我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李明忠處長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講今年2025年的屏東燈節客家燈旗的昨天的一個環境。我總想問一下處長，頭先我哋已經講到昨天嘛，一檔節目我哋都專門嚟講我哋嘅女僕嘅，我哋嘅故鄉啦，因為其實女僕呀擺真的等於打上嚟給你的，我嘅面書全部都被佔滿了，全部都相片，我都想講。是咧擺嘛個喏，幾多天我都夾夾，我海邊我後邊都是翕的100種都全部佔嘛。因為從下擺女僕電器地方吼，其實我感覺到幾多燈咧幾有意思。係咪同人咧？像人哋初上先同人講下，今年的主燈，伊係意思係乜個？主燈我哋都用wood松花松花石客家啦如果加主要意象如果講。融合我哋客家多嘅包括我哋嘅宗教神法個文化尤其嘅花崗都代表我哋客家硬頸嘅精神。也花類嘅呢，嗰度代表我哋，譬如講我哋客家文化、客家舊鄉所呈現出來我哋客家也啲得我哋做辦法，如果用一道花材。然後也地波嘅含義啊，就是講我哋客家人勤儉持家，強幹意托，多意涵嘅一地波。因為我發現我初頭我哋初中有講到講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嘅法也係一個形象啦，其實也不睇嗰度嘅電器地波電嚟講嘅話，佢嗰度係來自於譬如講我哋盤法意象啦，甚至係盤法立體嘅盤法，做嘅我哋那個摩天輪式嘅呀，第二你講就係係用我哋做嘅，而唔單止像我哋嘅客家嘅精神，像我哋變成一類化，我感覺到講。其實中國人當初我哋咧先民來到我哋台灣共用啊，我哋台灣對於中國來到台灣，亦係因為我哋咧南部嘅屏東平原一片，我哋咧日頭個辣，我哋咧土地難用嘅幾好，還有我哋咧用錢，嗰時我哋咧客家先民睇一片以後，都上進睇呀，同時我哋都開始參與睇其他地方，嗰時都想真係想下類化，而之後跟到俾你批到呀米拖時間，都想講嘅呀，芬芳是客家嘛，都唔真係都。批到嘅上面都地講係客家，嗰時其實我感覺到講，也擺喺電視地方，係咪其實用我哋客家文化去上嘅咯？因為我哋嗰個對於我哋入口意象都來開嘅，一般我哋入口意象都係用客家來呈現，尤其我哋嘅山形嘅入口門，都就是我哋南部6隊，我哋客家路，太湖山嘅深山，太湖山。嗰個話要一種意象都假嘅，屋下嗰種意象，本質係行業也兼屋樣嘅，幾多人係客家，地方人也多嘅，包括人哋咧噴發花材，人哋也要
用立马行业强港伊都到庐山忙大饼嗰种精神，粒粒皆辛苦嘛都主持人讲讲能个摩天轮用用盘法意象，佢也代表能做其他嘅钢铁、水茶，也有结合到客家艺术家做剪纸的艺术，用葫芦手势来呈现出来，还有多主意啦，做个用 media 来变的东西，尤其那门梁、油纸伞，那杂呀的，如彩如展现出客家特有的一种文化的。因为组长你讲我都发现到讲，其实我哋常常会看到几多嘅电节啦，比如讲其他颜色嘅电节啦，无论是叫电飞地方，你发现到讲，其实我哋看到都系一啲算灯笼，无论一啲装饰品，比如我提嘅老本摊嘅人看。但是我哋因为客家电器，佢贴喺呢啲地方都讲，我哋都喺呢提嘅，也啲电器都睇我哋客家做。从头到我哋讲嘅扇贝你木板呀其实嗰種有一啲翕相嘅國土嘅時間，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因為我哋啲木板也好，其實都多推動我哋太湖山。嗰種佢有啲國土真正都提講其實一講喺唔免乜嘅地方，都喺一塊地方嘅人，同時一塊地方人，我哋會用辦法去建白宮。好多電影家看到我嘅嗰種辦法意象做出來嗰度唔單止講嗰度算是摩天輪樣嘅啦，我都可以講嚟聽下我嗰度，還有聽你同講立馬，立馬其實做嘅一部分其實算是我哋南部人佢常會利用嘅，嗰種等於講今日看到電呢地方，唔係講嗰種人哋看片嘅東西，因為入片嘅人咧成法都我哋掠對客家人嘅成法啦，我哋嘅文化啦。全部都睇下作品地方，我說唔看到電呢時間，你都睇我哋呢一啲文化兩個地方看到。但是我感覺佢貼片都講，其實佢當然秒殺照片如我哋講河面上面的音符啦，佢貼片因為把音一部分係無形的，但是你能把它變成有形的東西，變成他嘅人去翕相嘅地方，當初都會有人嘅想法。主持人講到八音。我也可以講起我哋客家個貼片的一啲音樂，我哋透過一八音所呈現出來嘅，代表我哋客家人，奮鬥打拼也就為我哋子孫去努力，奮鬥歌唱地位所展現出來，也看到我哋龍江海地位有山形嘅嗰山都代表我哋咧深山太湖山。伊出嚟保護到我哋一塊土地，嗰我哋客家人依山伴水，睇下一塊土地地位，喺努力打拼歌唱，所呈現出來。係真正嘅當時，我想到講現在嘅龍江還有嘅女配，因為其實龍江我哋女配我常常會我看得到，其實天氣夠長嘅時候看得到太湖山嘛。都等於講而家現在嘅地方間中，就算可能是喺無窮嘅情形，啱不要看嘅時間，你都真正都看到，當初客家先民在都有塊土地，看到有山有河。當下都睇下種田啊，睇下傳統接待啊，嗰時都等於講，因為伊啲體驗地方，都真正看出咗我哋客家先民當初透過一塊土地，睇下變成一啲喺度掠奪，客家人可以生發睇下地方。頭先有講到講，其實演中入邊開幕嗰時有戲嘛，講伊最後嘅戲目啊，自砸嘅。嗱，這時入邊對美國嗰陣時，伊都話講，我去砸嘛，嗰種係頭一把鬼啊，嗰時冇面嘅時候有嚟說啊，要不然砸嘅真的是感覺到鬼長，因為伊個鬼做路做好嘅，啱不也好，佢個附近唔先開始開燈嘅面，有伊個翕相，因為其實龍江係你有分兩片嘛，一片係主燈區，佢其實另外一片嘛算光環境區啦，可是佢光環境區其實我因為營造得很好其實我哋一擺展期係以天后宮為中心啦，如天墩嘅煙墩嘅我哋呢。龍江海公園來向兩邊的延伸啊，從一共全上嘅750公尺，因為一向腹地嘅關係，嗰度電氣體也向電柱體也向，其實也向還係有啦目前好多主持人講到嘅，我哋呢炸海
啊，个门帘，冇唔错，好遐两个就係客家鬼提出嘅东西，啊，毋過也真冇傳下去啊，我實傳，冇唔错，冇唔错，也係對客家真是也係鬼提有嘅東西，嗰個佢出得眼嚟播出下你去。喺現場看得到，係啊，係啊，好啊，嗰度鄉親吼，來到眼嚟定期嘅時間，佢講係佢那行到夜鄉，啊，因為要過一條路吼，佢有等於甚至唔知夜鄉嘅朋友。我仲係要求俺哋咧同事吼，俺哋同仁喺嗰個時間，我同大家多學宣傳講俺哋對面朋友該講嘅，吼中文念同渣嘅都有地。係啊，而且嗰邊嘛係啲打卡景嘅，因為真係幾好翕相。啊，相信觀眾朋友看到也一定會問講，喂，咁樣嘅戲啊，可能講其實我初中見我同講，也擺喺定期地方，咪要免費接駁專車嘅咩？係，咁樣我錯咯。哦，假使冇開車嘅朋友吼，哦，唔睇屏東，如果遇到俺哋咧轉運站，哦，俺哋轉運站，如果坐要轉車，哦，接駁到俺哋內埔農會頭前嘅廣場，到內埔農會廣場嘅時間行一下嘅，你到俺哋定期嘅，幾方便。真是幾方便的，因為真係講，嗰種啊，基本嘅，因為其他嘅人都宣傳。屏東燈節啊，算是他個引入了老寮的啲地方啦，譬如講我哋那縣民公園啦，嚇我哋那個萬年溪畔啊，他個引入啲。但是今日假啲嘅客家燈企業，如果講，我嗰種模式差樣嘅，講我有接駁專車呢，係啊，唔值錢，而且萬能的轉運站，你火車站出來，你轉運站，係啊，你等於講你去等一啲唔值錢的接駁專車，你直接到農邊行到幾片，你圈的呀，係啊，多嘅。當初我想到講，味道也會定期綁一條安尼免費嘅路。我也係味道好多，好冇開車嘅朋友吼來啊！一去朋友講味道唔係上腦見前停車位嘅朋友吼，來使的也會接駁車，哦也係幾方便大家。真係幾方便，佢係人強人啊！我有時想講啊，對高雄咯，唔想其他人真係研究嘛，坐火車來吼，唔單止可以去撈足田。好，過到我哋屏東嘅火車站下車，有啲免費接駁專車專門到我哋嘅內埔嘅。嗰時其實節目看到入邊，和觀眾朋友嘅提供，其實一擺唔看到節目時已經係14號嘅，從我哋咧屏東燈節嘅客家燈期，差唔多當從15、16嘅2年。嗰時看下節目後，他講冇得想噶啦，馬上填查票，無論查票實啊，都可以來到我哋屏東內埔嚟看我哋嘅客家燈期。同時呢，或者雙木同他講人講，因為其實吼，因為燈期吼當從2年，但是呢。我哋一2年地方，嘛有櫃台嘅一啲發通，我有舉辦咯。休息下，下一段節目我哋初中我同講。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李明忠處長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分享講一擺嘅屏東燈節客家燈期嘅一啲設計。我想問一下我哋處長，因為其實看到我哋一節目嘅時間，我哋客家燈期，我哋屏東燈節來講，我講馬上從15、16、2年哈，但是其實一2年係咪有一啲睇法通啊？有啊，有係獎炮上。哦，獎炮上，講到獎炮上，其實喺屏東已經辦了幾多屆嘅吼。同時，他可能真是因為屏東縣政府頒發通以後，他可能都提講啊，獎炮上，明年嘅長夜15號圈嘅獎炮上都真係行業嘅發通。咁今年嘅獎炮上有乜個特別嘅呢？哦，今年嘅獎炮上吼，我哋為咗配合我哋綠隊擁土會。哦，今年綠隊擁土會已經邁入第60屆嘅，一級制，也冇簡單。我想我哋一擺特別將我哋獎炮上嘅發通來使到我哋內埔嘅來辦，哦，來做我哋綠隊擁土會嘅暖身活動啦，吼，啊也係特別來又有設計到吼，除了傳統嘅元宵箭炮陣啊，吼，啊一度哦傳統嘅以外，今年我哋也吼追隨潮流吼，也加入我哋棒球獎炮上。
鬼会，鬼你们很会。因为其实以前讲，就从初中有讲到嘛，以前都开始对传统的讲炮上，好慢慢的变，因为其实传统讲炮上有些难啊，鬼过啊，可是慢慢的讲下来，好慢慢的改良，比如讲声音呢。好，有嗰種沙包嘅嚇，係水球嘅，無論沙包嘅，真係比方睇緊有各方面可以去接觸到能講炮上一件事情。後來又開始用聲光嘅，用天子嘅，好，嗰種要不要有棒球啊？咪，可是不樣嘅種咯。哦，棒球吼，我哋都有一種啊吼，無論老嫩大細都可以來參加。好。安尼有兩種，又可以用接的的，也可以用揮棒的，哦，用握的的，係用握的的，有一兩種方式。用接的的也可以理解，你等於講即個嗰種投手用啦嚇，你把沙嘅我哋嘅接進去，佢用打嘅我乜人接咯？冇，安尼我有一個吼，一個厝嘅邊嘅球嘅，邊嘅彈簧啊，係，你嗰種樂棒球用啦，其實按你相反嘅，因為其實以前講。我能講講炮上一件事情，有時候講組隊嘛，因為講我接東西，但是其實也按呢時間都真係你這個先，好，如果有輸過有力的，我哋用這個；輸過冇力的，我哋用我哋講 fin 的嚟啦，好，就是 fin 上衣。可是也擺唔講，即係味道我哋呢邊我哋綠隊運動會睇我哋女僕嘅嘛，同時嘛係一甲子嘅，可是幫我哋從啲賽動我哋女僕嘅，佢從啲睇嚟，從啲話係睇我哋。哦，女培向那個綠隊紀念公園，因為也係長期一定發吼，也可以適合我哋嚟做一發通。哦，同時其實我哋講附近嘅停車位嘛幾多啦？幾足？係因為綠隊算是運動公算綠隊嘅紀念公園，以前綠隊300以後都開始去整理嘅嘛嚇，嗰時而家變成一個幾多功能嘅一個公園，嗰時也擺我哋嘅講炮上已經。多幾片戲，咁本年係一擺出嘅講啊，等咧亦算是比賽項目以外啦。咁一般人來到一片有好食嘅嘛？好呀，吼，真是幾豐富。哦，除了一啲我以為一啲講炮上嘅活動，哦，大家來哦參加比賽，也算來一啲趣味嘅，哦，棒球嘅啦、水球嘅講炮上以外，哦，也我哋也有嘅市集啦，吼。啊，有幾多攤位，哦，包括我哋美食也得，客家美食也得，大家真是可以。除了搞個妒忌以後吼，也可以食到幾好食嘅東西。初都有講到講，呢一擺嘅算是講炮上喺呢度我哋綠隊運動會嘛，嗬。喺唔同嘅觀眾朋友小姐口講，一擺一甲子嘅綠隊運動會睇女僕嘅一啲攀離嘅情形，好冇？哦，一擺綠隊運動會後亦都多。也幾多好啦，60周年來到我哋女僕嘅來辦，也不由女僕項公所來承辦啦。我哋女僕項公所也改做路開始準備，我哋讓將我哋呀按生態嘅活動吼，佢一擺特色吼，除了我哋傳統客家以外，佢哋也結合吼其他族群，包括河洛族群、原住民族群，佢哋邀請鄉下來，大家來。到鬧嘢，哦，參加我哋啲各項嘅比賽啊！嗰種等於講，搞到我哋啲女僕嘅，算是一擺60周年嘅，算是運動會睇下女僕嘅拍啦嘛。啊，真係族群共榮一件事情，真係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項目。咁從一擺來講嘅話，唔可能我哋11月4號到2月16號，我哋嘅屏東電子客家電器嘛，個15、16有我哋嘅講炮上，然後3月1號、2號有我哋綠隊運動會。因為吼，也都吼，內地嘅活動擺喺女僕也係，然後都有講到啦吼，好不容易我哋綠隊運動會也都60屆，一甲子真是冇簡單。哦，啊，都多我哋女僕也有幾好嘅創意，啊，也之前因為也有內地嘅活動聽我哋女僕嘅，可以一出來超越我哋客家，本到其他族群嘅鄉親也看到我哋客家，本更多人來了解我哋客家。最主要都真係都希望講嗬，因為所以女僕算是我哋綠隊地方，我哋以前嚟講都政治最經濟一個最大嘅地方嘛。嗰時對於女僕嘅開始嚟講，比如講要擺60周年，都可連到
女仆的，因为后边我哋每個我哋上莊時嘛講，嘿啊，50世界的時間都會買女僕的嘛，6年100多多，真的是60屆的時間都都貴到我哋女僕的。我說真的是要把我哋客家師傅處嘛，規定先安排把我哋呢等級俾我哋女僕的，真是都把希望講睇個年頭的時間，都因為有3個大法通。好，3個大法通，都把我哋真是客家人的一種，我哋講能見度啦，吼能見度，同時嘛提講因為唔單止講好教好了，文化好一件事情，可以睇下3個法通地方，本客家人嘅，但同時好食一件事情，因為其實我哋講，其實我哋推可，我哋講巧克力推幾多嘅，最近嘅發展係樣嘅。我也講到我哋推廣嘅可可巧克力吼。我相信大家如果知道俺哋台灣的巧克力吼，已經係世界有名啊，得獎無數啦吼。我要同大家報告，唔單止俺哋成品巧克力得獎啦吼，俺哋原料可可豆，也係世界大獎俺哋名聲嘅。俺哋去參加全世界可可豆評鑑啊，吼也得到幾好成績。上一屆俺哋得到金牌、銀牌，都睇俺哋屏東女僕嘅。我說俺哋咧可可巧克力係全世界已經定極品嘅，我說也係精品級嘅啦，我說俺哋所有嘅觀眾朋友，俺哋所有嘅鄉親，喺對呢方面有興趣哦，可以來到俺哋嘅可可園區來選購，俺哋幾多一個各個俺哋咧。俺哋咧產業品牌都可以當地啊，也歡迎人去加來掃描簽俺哋嘅入閘來購買啊。因為對可可嚟講，喺屏東係咪已經對1級到6級都已經很具備啦，係咪？好像俺哋睇下以後嘅產業可講也可以成熟嘅，所以俺哋而家已經打響俺哋巧克力嘅品牌。而家俺哋從俺哋咧原料，如可可豆，我哋送向全世界，全世界知道俺哋咧可可豆係世界一流嘅原料。因為之前有聽過先生嚟講，其實俺哋算屏東嚟講嘅話，算是俺哋種可可一個最北部嘅地方嘅，因為在過去其實都唔適合種嘅，因為講。從日本按明年小盒按到巧克力，有人種我唔種，都種唔好來，都種唔好來。但係如果屏東算是嗌定應該台灣啦，台灣因為其實而家其他地方嘛有開始嚟種可可豆啦，但是嗌定台灣算是嗌定種可可地方最北部嘅地方啊。但是如果台灣的可可豆當然其實係喺屏東啊，講有啲佢貼喺度講，從以前用到嘅歐洲，因為歐洲用到嘅可可豆，大部分係南美洲嗰邊種嘅嘛。如果南美洲嘅可可幾熟啊，哪有味道？但是台灣咧熟有熟嘅味道，冇熟嘅時候有冇熟嘅味道，冇熟嘅時候有嗰種強臭味，有嗰種嘅，但是熟嘅時候你又真係有講熱台嘅嗰種水果嘅味道。可是也擺等於如果我哋唔單止買我哋最後嘅6級產品，如果我哋咧巧克力，其他連1級嘅可可豆嘛可以出去嘅。係，我哋而家學可可豆也受到學世界各大廠嘅青睞啊！佢開始關注到我哋做乜嘅有暗號嘅巧克力，都係因為我哋有暗號嘅原料。我頭先主持人講到，我哋咧，我哋可可豆，有成熟嘅時節嘅蜂蜜，有冇完全成熟嘅時節嘅蜂蜜，也係我哋台灣特有嘅，也講到天時地利啦。嗰種體育方面，我哋幾多發展嘅空間。係啊，嗰種真係我感覺到講，嗰種唔知道係巧克力嘅嘛，本土嘅巧克力，屏東嘅都第一名。歡迎來到我哋屏東縣叫巧克力。真是冇唔錯啊！一朵金牌喺屏東啊！其實我相信真係冇講，他嘅人都認為講啊，這是巧克力，還是台牌？我都講 no， 屏東嘅巧克力，真係我哋可可脂肪留喺地方，不是蜂蜜冇見到。睇節目嘅最慢，請我哋嘅處長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今日是56嘅，有乜事情，他嘅人要注意咯。我多謝主持人也多謝我哋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真是啦，捉緊，15、16，我哋除了我哋咧電節以外，還有我哋咧艦炮上發通，可以一定鬧熱，
係哋吼，還要記得咯，3月初1、初2來到我哋屏東內部來參加我哋咧綠隊運動會，好，多謝大家。嗰時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莫想啦，查票啲天下去，吼，無論乜嘅看乜嘢有查嘅，他啱嘢都叫我思來我哋屏東，因為我哋咧現在附近有幾多發通哦，今日幾感謝我哋朱總咯，現場分享安精彩故事。好，多謝主持人，也多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得聽我哋線上來聽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